迎接龙年，成立市府打造龙年的主灯。不过，主灯的外形有人讲亲像牛，嘛有人讲亲像鹿，是引起民众讨论。另外，伫咧网络也有人质疑做主灯的所费伤过贵，就有议员要求爱公开这个经费的使用方式。圆滚滚浅黄色的身躯，头壳顶生了两支角，一手搁摕着新竹名产贡丸。远远看过去，有人讲是牛，也有人讲是龙，大家看法拢无共款。它像牛啊，像牛啊，那就会这龙年弄成这样，会不会觉得很突兀？有一点，但是蛮特别的。那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像龙的啦。对，还可以。你会觉得可爱吗？还蛮可爱的，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喜欢。看起来还是像龙啊，然后有那个角啊，只是颜色比较怪而已。新的市府最近在东门城圆环完成龙年主灯布置，不过主灯外形引起外界讨论。市府指出，这摆主灯邀请国际灯艺老师黄文全制作，其中结合新竹文化以及名产，主要是以古锥的风格来设计。那黄文全老师，他过去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在台湾在灯艺部分的一个首席。那这次也是他比较第一次从做比较传统的，然后做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风格。这可以看到我们主灯有个特色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楼上来个很 Q 一个小贡丸？那也是我们在那个黄大师的一个发想之下，想说，可以把这个灯跟我们的传统的新竹在地一个美食做一个结合。针对网络传出今年主灯的造价比虎年加真侪倍，新竹市政府强调，经费包括元宵灯节甲赏烟火活动经费合理。不过有议员要求市长高虹安应该公布经费明细，公开说明清楚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